各位投資者、各位來賓，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黃金市場深度分析報告。我係 Jack，今日好榮幸可以同大家一齊探討喺2026年4月12號到4月19號呢個星期裏面，黃金市場嘅最新動態同埋未來趨勢。呢份報告將會深入分析影響金價嘅宏觀經濟因素、地緣政治事件以及黃金 ETF持倉量嘅變化，希望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全面而獨到嘅市場視角。我哋會從最核心嘅數據開始，逐步拆解呢個星期黃金市場嘅每一個關鍵環節，包括中東局勢嘅緊張升級、美元指數嘅波動，以及投資者避險情緒嘅轉變。我哋嘅目標係為大家呈現一個清晰嘅黃金市場全貌，並基於純粹嘅基本面分析，對黃金嘅短期同長期走勢作出一個客觀嘅評估，同時預測佢嘅波動區間。今日嘅分享將會好詳細，希望大家可以從中獲得有價值嘅資訊，幫助大家喺投資決策上作出更明智嘅選擇。多謝大家。好，首先我哋嚟睇下今日報告嘅主要內容。為咗方便大家理解，我哋將成份報告分為幾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係執行摘要，我哋會用最精簡嘅語言，為大家概括呢個星期黃金市場嘅核心發現同埋主要結論。第二部分係市場概況與關鍵數據，呢度我哋會展示呢個星期黃金價格、美元指數同埋黃金 ETF 持倉量等重要數據嘅變化，俾大家對市場有一個初步嘅印象。跟住我哋會進入報告嘅核心基本面因素深度分析。呢個部分將會詳細剖析三大主要驅動因素，包括地緣政治、美伊局勢與霍爾木茲海峽嘅戰略影響。呢個係本週金價波動嘅最主要原因。其次係美元走勢與聯儲局政策預期，美元嘅強弱對金價有直接影響。最後係黃金 ETF 持倉量變化，呢個可以反映機構投資者嘅真實態度。喺分析完所有基本面因素之後，我哋會進入趨勢評估與波動區間預測。呢度我哋會明確指出黃金嘅短期趨勢、長期趨勢以及佢嘅預計波動區間。最後我哋會總結所有分析，並提出結論與建議，為大家提供實用嘅投資參考。當然，報告尾聲仲會有參考文獻同埋感謝語。希望呢個目錄可以俾大家個清晰嘅導航，等大家知道我哋將會討論啲乜嘢。我哋而家就開始進入報告嘅第一個部分。各位，我哋而家嚟到報告嘅執行摘要部分。呢個部分會用最簡潔嘅方式，為大家總結呢個星期黃金市場嘅核心發現。喺2026年4月12號到4月19號呢個星期裏面，黃金市場嘅走勢可以話係完全俾地緣政治因素主導。中東地區嘅緊張局勢急劇升溫，特別係美國同伊朗之間嘅談判破裂，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嘅潛在風險，直接刺激咗市場嘅避險情緒，令到黃金嘅避險需求大增。喺呢個背景之下，黃金價格出現咗顯著嘅波動，但整體趨勢係向上嘅。同時，美元指數亦都受到多重因素嘅影響，包括美伊談判嘅結果，同埋市場對聯儲局未來政策嘅預期，呈現出一個波動嘅走勢。值得留意嘅係，黃金 ETF 嘅持倉量喺呢個星期錄得咗顯著嘅增加，呢個明確咁顯示咗機構投資者喺面對高度不確定性嘅時候，重新將資金配置到實物黃金資產上面，以尋求避險。基於我哋純粹嘅基本面分析，我哋評估黃金嘅短期趨勢同埋長期趨勢都係 up， 即係向上，而佢嘅預計波動區間，我哋預測會喺4600到5000美元每安士之間。呢個執行摘要為大家提供咗一個鳥瞰式嘅視角，等大家可以快速掌握呢個星期黃金市場嘅最重要資訊。接下來我哋會深入探討每一個細節，用數據同埋事實去支持我哋嘅結論。各位，我哋而家嚟到市場概況與關鍵數據呢一頁，呢度我哋會為大家呈現2026年4月12號到4月19號呢個星期裏面黃金市場嘅核心數據表現。首先我哋睇到現貨黃金嘅價格喺呢個星期裏面波動範圍係由4673美元到4900美元一安士。呢個顯著嘅波動正正反映咗地緣政治事件對金價嘅巨大影響。其次，美元指數 DXY 嘅表現亦都值得關注，佢嘅波動範圍喺98.21到99.18之間。美元嘅強弱直接影響到以美元計價嘅黃金價格。
當美元走弱嘅時候，黃金對其他貨幣嘅買家嚟講就會變得更加便宜，從而刺激需求。另外，我哋亦都密切留意黃金 ETF 嘅持倉量變化。根據今十數據嘅資料，呢個星期黃金 ETF GLD 嘅持倉量增加咗7.713噸，而白銀 ETF 嘅持倉量亦都增加咗42.24噸。呢個數據非常重要，因為佢顯示咗機構投資者嘅避險資金喺呢個緊張嘅時期重新流入咗貴金屬市場。呢個係一個明確嘅信號，表明市場對未來嘅不確定性感到擔憂，並尋求黃金作為避險資產。我哋可以從呢啲數據裏面初步睇到地緣政治風險係點樣推動黃金價格同埋投資者情緒嘅。接下來我哋會深入分析呢啲數據背後嘅基本面因素。各位，我哋而家進入到報告最核心嘅部分，核心基本面因素深度分析。呢個部分我哋會逐一拆解影響黃金市場嘅3大主要因素。首先，我哋會深入探討地緣政治、美伊局勢與霍爾木茲海峽嘅戰略影響。呢個係本週金價波動嘅最主要原因。我哋會睇下美國同伊朗之間嘅談判點解會破裂，以及呢個談判結果對中東局勢同埋全球市場有乜嘢影響，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嘅戰略重要性，以及兩艘油輪喺海峽附近臨時掉頭嘅事件，點樣加劇咗市場對能源供應中斷嘅擔憂，從而推高咗黃金嘅避險需求。第二個因素係美元走勢與聯儲局政策預期。美元嘅強弱對黃金價格有直接嘅影響。我哋會分析美元指數喺呢個星期嘅波動模式，以及市場對聯儲局未來政策嘅預期，包括聯儲局獨立性可能受到干預嘅擔憂，點樣影響咗美元嘅走勢，從而為黃金提供咗上漲嘅空間。各位，我哋而家嚟到地緣政治呢個關鍵環節。本週黃金市場嘅核心驅動因素，毫無疑問就係美國同伊朗之間不斷升級嘅緊張關係。今十數據詳細報導咗美國同伊朗喺巴基斯坦進行咗長達21個鐘頭嘅馬拉松式談判，但最終以破裂告終。美國代表團已經撤離伊斯蘭堡。呢個談判嘅失敗就好似一個火藥桶咁，即刻點燃咗市場對中東衝突擴大嘅憂慮。伊朗方面嘅強硬表態暗示霍爾木茲海峽可能面臨新格局，而美國財長貝辛特同特朗普討論若伊朗戰爭持續8到12週，財政部可能採取嘅應對措施，以及美國喺汽油價格上漲面前嘅脆弱性。呢啲言論都極大地刺激咗市場嘅避險情緒。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全球最重要嘅石油運輸咽喉，佢嘅戰略意義不言而喻。一旦佢嘅通行受到限制，全球能源供應就會受到嚴重衝擊，油價飆升，通脹壓力就會隨之而來。本週報導指出，有2艘空載油輪喺試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時候臨時掉頭，雖然原因不明，但呢個事件足以令市場警惕能源供應風險。各位，我哋而家嚟睇下美元走勢同埋聯儲局政策預期對黃金市場嘅影響。美元指數 DXY 喺呢個星期呈現出一個複雜嘅波動模式。喺美伊談判初期，由於市場對談判結果唔抱太大希望，部分分析師預期美元會因為避險需求而獲得上漲動力。事實上，美元指數喺某啲時段確實接近咗99.18嘅高位。然而，隨後市場傳出咗一個非常重要嘅消息，就係關於特朗普政府可能干預聯儲局獨立性嘅擔憂。例如有報道指出，特朗普面試咗貝萊德高管 Reader 作為潛在嘅聯儲局主席候選人，以及對現任主席鮑威爾嘅調查擔憂。呢啲消息一出，即刻引發咗市場對聯儲局未來政策獨立性嘅疑慮。一旦聯儲局嘅獨立性受到質疑，市場對美元嘅信心就會動搖，美元自然會高位回落。呢個就為黃金嘅上漲提供咗額外嘅支撐。雖然呢個星期冇直接報導關鍵嘅美國經濟數據，但從之前嘅混合就業數據同埋持續嘅通脹擔憂嚟睇，聯儲局未來嘅政策路徑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各位，我哋而家嚟到黃金 ETF 持倉量變化呢個部分。黃金 ETF 持倉量嘅變化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指標，佢可以好直接咁反映機構投資者對黃金市場嘅真實情緒同埋資金流向。
根據金十數據嘅最新報導，喺2026年4月12號到4月19號呢個星期裏面，黃金 ETF 基搖 D 嘅持倉量錄得咗顯著嘅增加，達到咗7.713噸。同時，白銀 ETF 嘅持倉量亦都增加咗42.24噸。呢個數據非常值得我哋關注。雖然我哋知道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黃金 ETF 曾經出現過資金流出嘅情況，但呢個星期嘅顯著流入，明確咁顯示咗機構投資者喺面對中東地區日益加劇嘅地緣政治風險時，重新將黃金視為一個重要嘅避險工具。佢哋積極咁將資金配置到實物黃金資產上面，以尋求喺不確定性中保護自己嘅資產。呢種資金流向嘅轉變，為金價提供咗一個非常堅實嘅底部支撐。ETF 持倉量嘅增加同埋本週金價嘅反彈走勢，兩者係相互印證㗎。各位，喺深入分析咗所有基本面因素之後，我哋而家嚟到趨勢評估與波動區間預測呢個部分。呢個部分將會為大家明確指出黃金嘅短期趨勢、長期趨勢以及佢嘅預計波動區間。首先，我哋睇下短期趨勢。基於我哋嘅純基本面分析，我哋判斷黃金嘅短期趨勢係 up， 即係向上。主要原因係美伊談判破裂之後，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喺短期內好難緩解。霍爾木茲海峽嘅潛在風險將會持續支撐黃金嘅避險買盤。市場情緒偏向恐慌，任何新嘅地緣政治動態都可能迅速推升金價。加上美元因為聯儲局獨立性擔憂而承壓，亦都為黃金提供咗上漲空間。短期內金價具備衝擊$5000每盎司大關嘅強勁動力。其次，我哋睇下長期趨勢。我哋判斷黃金嘅長期趨勢都係 up， 即係向上。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仍然有利於黃金嘅長期表現。持續嘅通脹壓力、主要經濟體嘅財政赤字擴大，以及全球央行可能面臨嘅政治干預風險，都將會削弱法定貨幣嘅購買力，從而提升黃金作為價值儲存手段嘅吸引力。各位，我哋而家嚟到今日報告嘅最後一個主要部分，結論與建議。總括嚟講，黃金市場目前正處於一個由地緣政治風險同埋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共同驅動嘅牛市行情之中複利。中東地區嘅緊張局勢，特別係美伊談判嘅破裂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嘅潛在風險，係推動金價上漲嘅最主要因素。同時，美元指數嘅波動同埋黃金 ETF 持倉量嘅顯著增加，都印證咗市場對黃金避險屬性嘅強烈需求。基於我哋嘅基本面分析，我哋預計黃金嘅短期同長期趨勢都係 up， 而佢嘅波動區間將會喺$4600到$5000每盎司之間。對於投資者嚟講，我哋建議大家密切關注中東地區嘅局勢發展，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嘅實際通行情況，以及美國政府對能源價格同埋聯儲局政策嘅潛在干預。喺美元指數未能有效突破100大關，而且中東局勢持續僵持嘅情況下，黃金嘅避險日價將會維持喺高位，並有望喺短期內測試$5000每盎司嘅阻力位。但係我哋必須強調，本報告僅基於純粹嘅基本面分析，不包含任何技術指標，市場方向判斷僅供參考。投資有風險。投資者喺作出任何投資決策之前，都應該自行評估風險，並諮詢專業意見。希望今日嘅分析可以為大家提供有價值嘅參考。多謝大家。各位，呢一頁係我哋報告嘅參考文獻部分。為咗確保我哋報告嘅嚴謹性同埋數據嘅可靠性，我哋喺撰寫過程中引用咗多個權威來源嘅資訊。呢度列出咗所有喺報告中引用過嘅文獻，包括金十數據、Investing.com、Yahoo Finance 等金融資訊平台嘅報導同埋數據。大家可以透過呢啲連結查閱原始資料，以作進一步嘅驗證同埋研究。我哋相信一個紮實嘅分析報告必須要有可靠嘅數據來源作為支撐，所以我哋鼓勵大家，如果對任何數據或者觀點有疑問，都可以追溯到原始嘅參考文獻。呢個亦都係我哋對學術誠信同埋資訊透明度嘅承諾。多謝大家。
各位，今日嘅黃金市場深度分析報告到此結束，非常感謝大家嘅耐心聆聽同埋寶貴時間。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為大家帶嚟有價值嘅資訊同埋啟發。如果大家對報告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者想進一步討論，歡迎隨時提出。我哋而家進入問答環節，多謝。